海洋保育署伫去年底含产水人员合作，伫屏东的东港溪甲高屏溪出海口海底，甲这个海底粪扫变好清气，过程是真困难，而且清出来粪扫上界多就是希望啊。 厂水员伫个东港溪出海口的海底，赶紧先甲锁仔固定。人哪捡锁仔，哪开始找看卖倒位甲垃圾。不过海水实在真热，属于沙底。那沙底它的下面是坚硬，然后上面有一个粉层。所谓的粉层就是15到20公分左右的高度，就是厚度。 那在这个厚度里面，如果说我们人员一作业的时候，它就是产生那个雾形的，所以说在执行上来讲是比较困难。船速高手，船速高手，后退，往后退。唔那海水热，出海口的海底嘛真坎坷。厂水人员爱细腻，看到塑胶袋啊、玻璃杆啊、铁链啊，就爱捡。上济就是这种大型希望，定定看到鱼啊、金啊，互甜条，真唔甘。 蚕螰、螃蟹啦这些的，就是所谓的鱼类的，它会钩着到，但我们人员都会去处理。当然来讲，在它还没有在产生它的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会帮它先处理再调好。若是发现大型希望，有时爱切断绑起来，才会使浮起海上去处理。 要清海底粪扫真困难，不过去年底民间团体调查，台湾西部海岸8个出海口海底粪扫的密度是全球的1.5倍。因为寒天北部的天气歹，海洋保育署最近甲针对高屏这2个所在先清理。 因出动20摆，清出7.21吨的粪扫。这个7吨多，相较于我们陆地净滩来讲，其实这个数量看起来是很少。但是要想想看，就是说我们清海底垃圾，其实我们花费的人力跟物力呢，其实数十倍甚至100倍。海保署表示，这么多伫海面看袂到的粪扫，其实拢是民众生活中的使用品。人工清理并袂过咱粪扫的速度，也是爱民众对源头减量，才会当解决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